甲骨释文第25集。周朝是毋是讲台语？这位自称唯一捌台语汉语的博士，人伊提出更加深入的证据。安怎深入呢？因为这三个证据：因为明共音，因为背共音，因为音共音。因为大水泛滥的滥，就是南做伙的滥。这三字就是周朝讲台语的深入的证据啦。无水准的话，咱就莫阁加拉。咱来讲有东夷文化的这个滥、泛滥、混合，这两个词有共款的概念无？真清楚，无关系。所以教育部界汉语博士所谓的深入证据，讲这个滥就是混合，是毋是用毋着字呢？说文解字讲这个滥翻译江水咸声，我讲汉语真少形声字，这字是毋是阁是一个证据？滥咸应该有关系才对是吧？有人怀疑过无？有人解说过无？透过这个滥，咱对甲骨先生来体会什么是东夷文化、渤海湾文化。先来看这个咸，这个咸有生这个盐无？是的，这个咸的本意就是警察在看守盐田。这个咸将神监看也，将人为首也，将敏将点。点就是亲像盐的物件。照字形来分析，这个咸的本意就是警察在看守盐田啊，是毋是真有道理？这个滥的意思呢，就是以露水淹没盐田，正就是渤海湾的文化。这个咸东夷文化的用意，所监看的正是盐田呀，滥盐田淹露水呀。这个呢是盐池反射的天空色，因为要结晶的盐水，伊的折射率差不多等于玻璃，所以表面看起来是天空的蓝色。这个滥是集合以后一摆看完，鉴定的鉴是检验金仔。东夷文化的解说，你认同吗？商朝的盐有影是发展到这种程度吗？河南偃师的考古发现大型的盐仓，偌大的盐仓呢？2000万人食一年的量，就算以现代来讲，也是非常之大。有东夷文化特色的用字，甲骨释文讲过几字啊？有人算过无？呛水的呛，就是甲底层的露水呛起来，这个呛。渗来渗去，是露水渗入去盐田的渗。将露哦，在处处找有盐的文化。东夷文化就是航海文化。北斗七星真重要，所以工真重要。一工、2工，一年365天，拢写这个工。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，为第一集开始讲到这，会继续阁讲落去，就你来体会字的文化。追加这个洗，洗等于这个洗，洗的意思是甲苦盐洗做甘盐，这是生通趁食的秘密，也就是后来郑成功接收台湾的重要成就。商朝的东夷人后来走去对，答案伫这个谜题。衣冠南渡，百姓入闽。头4字衣冠南渡的谜底就是周。中原的大官府用光叫的，光甲建康，就是现今的南京，就算不得了啊！要行入福建，迄是比孙悟空入南天门更加困难啦。和官方、和客家人行无共款路线的迄群人，就是商周过来的东夷人。过来，
马蹄所讲的八姓两字，就是八加口。衣冠南渡八姓日闽，合起来就是坐船日闽的祖先。古早以来，有航海技术坐船来闽南的，就是东夷人。讲台语的闽南人，就是东夷人的后代。闽南语就是甲骨文的母语。闽南人的祖先所留下的衣冠南渡八姓日闽的马蹄，为着的就是要互后世子孙知影因是为倒来的这个线索。这字才是所讲的南。说文解字讲的腊，为何这字南有混合的意思？因为有一只兔，一只树兔参做伙。这个树兔读做祖，祖就是现代人讲的社，是比兔仔高级真济，会使做麝香等产品。不孝商人甲兔仔揽做祖来贩卖，赚取暴利的贪心行为。这个惨贪也，另一个插遮贪喙也。产妇台语读做产妇，这个产现代人可能对教育部读做有刺激性的吵。阁有一句，细汉伊会定定骂我的，做代志拢凊凊彩彩，懒散做啦。凊彩懒散就是随便。凊彩两字拢读做本调，为何第一字无变调呢？南有人乱转是周朝讲台语的证据，其实是含盐有关系。字形就看出有无？趁食的财富盐田，爱有人敢看，这是商朝致富的秘密。拿、揽、干，拢是干字边的用字。凊彩就是参差不齐，拢会使接受啦。凊彩甲揽做伙啦。凊彩做就是懒散做啦。啉酒醉，徛袂在，还有人甲吵一个啦。咱的祖先坐船来，有人要传承无？感谢收看，后一集咱继续来传承落去。